啊，咱台湾注这个 AZ 预防射意愿原来真低，台湾买入到30万剂，即摆还阁有28万剂无人要注，其中有199000剂5月31到期，有将近9万剂6月15到期。若是照规定，即摆逐工平均注这个1500剂速度来算，至少有20万剂会无人注，到时阵爱来报销。所以指挥中心嘛来宣布咯，21号，也就是后礼拜3开始，要开放予民众自费去注，注一剂费用是500到600块。但是民众嘛烦恼啊，就算有注这个第一剂，等到要注第二剂的时阵，疫苗嘛已经过期咯，要安怎才好咧？指挥中心的专家讲，台湾还阁陆续咧季节要买 AZ 疫苗，所以唔免担心讲注袂到第二剂。中午比起来，今仔日下午9点，伫咧万丰病院，疾管署署长周志豪注 AZ 疫苗，心里还没准备，好像已经打好了。真的是没有什么感觉。4月21，1万剂 AZ 疫苗会开放民众自费来注，不过若是注第一剂了后，要注第二剂，疫苗煞过期，无法度注，变怎？我们还有自己跟 AG 公司采购的非常多的疫苗了，所以大概打了第一剂疫苗以后，经过差不多2个月、3个月的时间接种第二剂疫苗，应该是不会有衔接上面的一个问题。署长带头来注，希望大家对注疫苗有信心。不过来看数据，第一批到台湾的 AZ 疫苗，各要9万剂无人注，6月15就要过期啊。第二批是199000剂 AZ 疫苗，是5月31就过期啊。全台湾即马各有28万外剂疫苗无人来注，若继续维持一天1500剂注的速度，差不多20万剂疫苗准备过期。专家建议，希望佮开放愈侪人来注。库存的量是足够的话，是有可能很快速的开放。不过我们还是要看施打的一个速度。如果有第2种的新冠疫苗进来的话，大概也是会从第1优先对象、第2优先对象这样子顺序下来。即马欧洲已经有无同品牌疫苗让做伙做进行。你朋友讲台湾有可能买对欧洲安尼做，不过嘛是要等专家小组进一步来分析。